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香港嘅個人細 free type 星南月。呢一條片係我嘅自我介紹，希望觀眾能夠透過呢一條片了解更多關於我嘅事。首先第一 part 係我嘅個人介紹，我今年18歲，身高1米7。如果着咗鞋嘅話，我嘅興趣係畫畫、打機等等同 ACG 相關嘅事。我嘅夢想係成為一名漫畫家，我會做 free type 其實都係為咗宣傳自己嘅漫畫作品，同時亦都希望記錄一下自己嘅成長。第二 part 就講一下我中意嘅嘢啦。雖然我中意嘅嘢多到用1個鐘頭時間應該都講唔晒嘅，但係如果你要我而家喺度講嘅話，我係一個超級 JoJo，所以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度大玩特玩 JoJo 嘅梗，我會玩埋一份。除咗 JoJo 梗之外，都歡迎大家一齊玩 Migo 同埋阿啡妹切卡嘅梗。我諗如果你有睇過之前嘅片嘅話，亦都知道我係超級中意魔幻假面貓，中意到為咗佢買晒全部中文版有嘅卡面。第三 part 我想講一啲關於我嘅個人發展。我目前喺 IG、Threads、Twitter 等等嘅平台連載緊我原創漫畫《王之戰》系列，暫時會不定期更新。而 YouTube 呢一邊，我希望挑戰一下喺1000訂閱之前每日一更，希望可以增加多一啲粉絲，再引流去《王之戰》系列。我最主要喺 YouTube 上面 po 一啲有關遊戲同繪畫嘅影片。我亦都會參加唔同嘅同人展，除咗賺錢買電腦之外，亦都係為咗圓自己一個心願，就係印自己畫嘅自己同推廣嘅周邊，就算賣唔出去，放喺自己張台上面，都會覺得超級幸福。最後亦都希望自己今年可以好好學好日文，重考一次 N3。以上就係我嘅個人介紹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